小学明2年会分班100，新竹湖口乡新市国小4年6班有26个成员嘞。3年生加下本岛的修为好先生的班方，开始以能3、4年生的身份同配的班规模强用，只有机会在台东表演阿厝的修为好。12年前开始同阿厝的插把戏同美剧表演训练，表演艺嘅教学当中，想要培养成员咧独立、自信、正面的性格，能被遇到困难同挑战，会够勇敢面对。经过1年半的训练，成员咧如果是5年生咧，又会分班咧，由先生如为4年6班的学生嘅安排嘅提伊哋自家嘅学校、配件嘅学校，还有户口落街去嘅表演看啊。向下来看下先。也条生意呢，用路唔好好行，还打脚片，有时节还直接扑下去，提天下本。想象一座墙，当你到墙壁的时候，好像倒退一下。哎呦，也条动作还是先生教的呢。我觉得很少看到这样子的老师啦。他担心是说会不会跌倒受伤之类的。一节课是新竹湖口的新市国小4年6班张友的第8节课阿厝课。因为我学过小丑表演了，已经受训大概4个月，所以自己去那个巨城那个百货公司演出，所以我知道那个是非常的有趣，也是好玩的。因为是体舞台上表演过，有非好底啊，爱上台就爱准备到动作，爱较有信心。故所其将训练阿厝纳到课程当中，爱成员的学独立，还个安样的面对困难。从刚开始带3年级的时候比较木讷一点，比较害羞一点，可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增强他的表演能力，还有上台的一些状况，我觉得他们能够很有自信的去上台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那种自信，我觉得是他们需要培养的一些能力。唔是讲一开始家长对一节课弄知道轻易服动不安。班亲会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爸爸，这个老师就有点奇怪，好像功课比较没那么注重，他是比较注重他的表演，小丑什么，带着小朋友玩这些。”是讲生意呢会不会学不到啊功课顾不到啊？有一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怕课业就是会造成他跟不到这样子。为了爱家长安心，爱上一中课以前听错爱沟通好，后为好讲，所以有的家长唔同意，佢就唔爱做。开学开班庆会的时候，我都说明我的一些理念，包括放一些影片，给家长看。我会带这些活动，会跳舞啊，会有小丑的表演，会有特技的训练。那通常家长来参加的都蛮赞同我的想法的。曾经碰过 no good 的我就全部停掉了，所以那2年我就完全不表演，就纯粹就这样子上课。后为好阿无教养的教学，做得一教就是过年，请主要就会学校支持佢。在学校部分是全力支持他这样一个活动，这样子，因为课程是多元的，然后再来他所利用的课程就是我们的艺术课，还有我们的综合课，是让孩子有不一样的视窗跟视野，这样子，像各种动，应该讲很支持啦，是支持他的。看到生意的改变，家长嘛对小丽变作支持。3、4年级有重新编班，那时候刚开始3年级的时候，常常才送去教室，又跟在我屁股后面又跑出来。邱老师就是一直带他们去玩小丑啊，玩这些，感觉他变外向了一点，然后比较开心。大概不用3个月吧，到学校门口就说：“妈妈，你不用管我了。”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还好啦，让他们多元意的学习，我觉得也不错啦。对，有影响到功课吗？也还好啦。慢慢学习过，也发现说，他表现的还不错。对，平时在家里，然后又精力旺盛，刚好可以给他把体力消耗掉。经过的表演课的训练，每个成员呢拢变得开朗、有信心，唔惊失败。帮到100又100，其他练茶喺阿厝课当中最难的，其他的帮到的还係愛再過前期來練。那种平衡感不太好练。你是不是自己都会私底下一直练？会。
我们假日都有在练，对啊，假日都有。我整天一直练。事情是要慢慢练习才会的，而不是一开始说不要就放弃了。所以我觉得在教他们过程当中是练习是成功的关键。负担比较紧练，但练差，帮到的照顾白起来练。王轩怡喺办方唯一要企业什么嘢，实际嘅做到休闲上讲嘅，爱成功就系爱练，就连同学嘛见讲佢实在轻强。他很厉害，对啊，他太厉害，他女生最强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厉害？我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应该是运动细胞很好。紧练就会进来健康，所以呢嘛对练习当中做到嘅面对挑战，还个相互合作。他追过我，他追过我了，是他变成我老师了，对，师傅。我们以前都是没有人帮忙就上不去，我们都是要先从基本动作开始，基本动作也要扶着墙，然后怎样滑出去。其实这种表演是互相去合作的啦，对，分组活动，譬如说你骑多人车，互相去协调，那你会的人去教不会的人，那特技也是一样啊，先学会的慢慢去带不会的，认师徒制。学功夫要出师要3年4整年，4年6班的学生诶，从学到1年半就会上场表演。故所休闲上的阿楚课，至今无按改。邱老师很凶，对不对？大概。刚刚明明就说很凶。不是我说，不是我说，是他说的。那，可是你们又很喜欢上他的课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这样会很怪。因为有可以练上画画，没有可以练到那个别人不会的那些特技，因为可以练上画画，而且还可以表演。唔爱查辛苦的练习，就是为到爱上台表演。了动作的时间，所以呢是他爆发就夹爱来问阿楚为的sản婦，愛更多別的學校去表演。做得做，其实呢，阿楚多嘅sản婦，對乜嘅都唔愛，變到做得上台表演，每年4年都感覺其他親傻皮。很開心。開心什麼？因為可以折氣球。所以你會覺得你們跟別班不一樣嗎？會啊。就是變小丑很特別。有啊，就只有我們演小丑啊，其他班沒有演。這樣是很驕傲的意思。出發了！幾次呢年離開嘅教室，行過嘅運動場，今日我去到升旗國手表演了。為什麼願意提供這樣的舞台給他們？因為我知道韋浩老師他一直很熱誠，他對於他小朋友可以到處去表演這件事情，他非常的熱衷，他希望他小朋友有更多元的一個面向，可以讓所有的小朋友看，然後自己也會更有自信。當你練成以後只表演一場，我覺得呢是那經驗是不夠的，因為經驗是慢慢累積的，那對他們訓練更好的方向，讓他更有自信。26嘅阿楚嘅排隊列睇電工廠，日日汗流來，新做嘅風隨多年結準，生意呢還係興篤篤嘅。面對一代太真的生意呢做工廠，太人啥實在皮毛貢獻來，長那也好。因為我只要想到他們是坐公車來，而且一次20幾個小朋友，其實對一般來講，我們校外教學時，有遊覽車20個小朋友其實就不好控制了，更何況他還要帶這麼多的道具。怪物插隊，有沒有插隊？然後沒有插隊，已經還好了。對休閒生來講，也係4年呢學規矩，還個尊重騙人的機會。以前跟他們說過，小丑你只要化起妝，穿起小丑服，你可以表演小丑任何的一些打鬧啊、嬉鬧啊、跟觀眾互動的。可是如果真的你回復到正常自己的一個學生的狀態，必須要有自己的一些規律存在。學校嘅用乜來安太真嘅阿楚嘅4年呢歡喜到贏啦！阿楚嘅來到嘅發通中心就開始去打睇白裝，也是接其他4年呢喊睇水動作。下課仲上香誒，4年呢見表定下，
但唔差咧爱看阿厝多嘅表演。报告！现在在学校的练操场有70个小孩在小手表演。小丑哎！我觉得你好幼稚哦。唔过也张开视听，好看呢还系后面。我们1500多个小朋友，只有你们2年级200多位可以来欣赏到我们新市国小4年级小朋友最高水准的表演。多练茶一起出来，新人呢就微微白白，今日的表演就正式开始嘞。觉得表演不错，可以尽量鼓掌，尽量笑。小丑就是需要你们的欢笑，他们才有成就感。接下来係模上嘅表演。你在黏住了。睇搖搖動動嘅表演後，還愛表演鐵技。又接又接3入球嘅。冇接到嘛冇關係，就過來一拜。出手沒關係，小丑就是帶給大家歡樂。阿祖嘅周順熙3萬嘅演出，現場嘅聲音呢唔係看到外縮縮嘅，就係歡喜嘅音樂數。四兄弟也出戲嘅係阿祖嘅其他片呢，可能因為同觀眾上下年紀，面呢嘛差唔多，故所夾到嘛能看嘅時，還有人有用學用嘅天然做。我今天最喜歡的是第一組，很搞笑。第一場那個跌倒。變魔術請觀眾配合來做，就算有一些鬧虧，大家還係看到哈哈大笑。節目開始咧，26個阿祖嘅向下出來，腳步輕斜，跳動恰恰，向下表演魔上嘅戲劇。留到節目結束嘅，聽到還有結果嘅，大家就猛一聽，用別人嘅聲音呢，直到頭前去拿結果嘅，也是為將阿祖嘅滅到碰風。哦，總算係結束嘅，阿祖嘅又坐定公車回到其他學校，將一日教時就無限呢，愛將爸爸嘅面出牆來。擦掉。把它擦掉，一小，慢慢擦的，一小。這日呢，動態無限，我就問講，佢每日用暗號，弄唔是上課哦。我的眼睛還是沒辦法恢復眼睛。所以你們早上還上了什麼課？自然和英文。自然和英文嘞。你到底有沒有在上課啊？有。音樂啊，英文啊，音樂哦，對啊。我確定你沒有認真上課。表演係簡約嘅，佢愛上嘅課一節弄就是唔得。其實我們是有調課的，就把一些該上的課先移到別的地方，把它弄過來。所以我們這堂課是屬於表演啊或者綜合活動類的可以課。這樣表演一天會不會很累？還好。見講唔會甜，唔過面到愛演結果嘅，就有青頭髮好講。手好酸哦，手快痛死了。超痛，因為你要綁氣球，還要充氣球，然後氣球有可能會漏氣，然後還要折。那你會就這樣一直不用再排我這邊了。沒辦法。你好，老師。
有没有跟他家里不太一样啊？家里可能会被动。洗面茶隔离的面油，今日喺阿厝嘅睇虎口路嘅做最面嘅演出，邱先生由家長向下來參加，我今年來看啊，新人嘅成長。那像这次我会邀请家长到福口老街来看，一方面是让他看到他自己孩子的一些能够自己化妆啊，能够自己做一些很主动去做一些事情，也看到老师这种表演的方式，的确对孩子是有一些更大的进步的。人家阵仗来了几个？我们家阵仗哦，我爸妈、爷爷奶奶啊，然后妹妹啊，对，来了七八个。可能10几位哦，舅舅、阿公、爸爸、妹妹、弟弟、舅妈全部都来了。聽到家長嚟到嘅現場，才發現其他全大部唔到嘛嘅，搶咗的其他順頭看。我本來是想說他是不是需要人家幫助，結果今天來看到，包含他和所有的小朋友，發現說他們自己都還能夠自己去化妝，然後自己去穿衣服，做好自己的事情。我好醜，好醜嘞！該畫什麼的，他們自己會有自己的想法。看電視呢，按準時呢拿定筆筆，上夫睇做下出位嘅衫褲。做好所有喺表演以前該做嘅條路。邱先生見到家長講，等新人來做。因為有些家長會比較習慣幫忙去化妝，去說一些衣服該怎麼穿啊。可是我覺得他們表演過2次了，應該有自己的經驗、自己的想法，所以他們在臉上化妝就像畫圖課一樣。當你畫的怎麼樣，都是他自己的作品。出發的時間到位。新人呢，一粒出來嘅。各位遊客，給他一個掌聲哈，非常棒哈。行體記錄後，全無音樂，現場唱堂到欣賞嘅指揮上，喺全無氣氛嘅情況下，阿厝嘅還愛歡喜嘅睇記錄後表演。收起來，把它放在袋子裡面。好，拿去。愛睇唔少私人面頭前表演，還愛將垃圾豎창理來，也唔單唱係勇氣嘅表現，還那係一種對環境尊重嘅態度。經過老師的教導，經過合作的學習，他竟然能夠做這些事情，能夠完成，而且認真做一件事情是最美的。今天這樣一路下來，就覺得其實很威風，大家一直看着他們，就覺得其實還蠻威風的這樣子。阿厝會用遊記嘅方式將遊客帶到主要嘅舞台3元宮嘅廟片巷，一開場就係最難嘅祈禱檢查。看到那嘢演出，離開時嘅阿爸感覺輕傻屁。因為整個班級只有2個小朋友有學起來，應該是有比較勤勞一點。父母親都是這樣啊，都是替小孩子感到驕傲的啊。阿毛可唔其他騎送茶嘅黃圈兒，還係愛考同學嘅天數。唔過一騎送茶就像生意樣嘅，一下就看冇人。到尾祈禱檢查最尾嘅陳德賢3幫到4強1天，唔過佢隨身就騎好外，因為做唔定誤導下一趟嘅表演。下來無公化嘅表演，接沙包、接鹽鉗呢、轉盤呢、接鼓呢，聽說我有冇做好嘅，當然冇費事。唔過新人嚟講，那就再撿起來再練一次。小丑就是要歡樂啊！其實那些瑕疵失誤，觀眾也會哄堂一笑，所以那是小丑的一些特質。看到原來清強見笑、清點嘅模樣，做得七大八種，喺按多年嘅面頭前表演。阿家有嘅媽媽講，請感謝邱先生。他以前就是畏畏縮縮，會怕。那現在就是說，他會比較願意在人前這樣表演這些東西，只是很難得碰到這樣子的老師，所以我慢慢的才是覺得說，哎，這能夠碰到這種老師，真的是他的福氣。
大鹏由阿厝到也节课，唔但將改變嘅4年6班，嘛影響到也到睇阿厝嘅順風嘅所有嘅人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你最喜歡今天什麼表演？哥哥的表演。哥哥表演什麼？啊，你也不知道。你不覺得哥哥很帥？你以後要不要也要這樣？要跟邱老師這一班嗎？要。所以會不會說家裡多了一個小丑比較開心？會變成開心果了。對，帶給大家歡笑。爸爸說你是開心果。我覺得對學生自己本身來講，這應該是一個建立自信還有自我展演的一個很好的方式。那對於觀賞的同學來講，他們看到同年齡的小朋友有這樣子的表現，其實他們可以想想自己可以發展出怎樣的特色來。學校嘅按支持，有備好也種同年夢相同嘅課程，增多啲技術，透過表演，成人嘅學到勇氣，下個自信，以成人能用嘅錯。